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越讀越有型啊！我係 Andre。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癲佬嘅故事，而呢個癲佬呢，就係自傳我刀槍不入嘅作者大衛戈金斯 David Goggins 啦。如果你唔知佢係邊一個，咁簡單啲講，佢就係一個曾經肥到上唔到磅啦，俾人種族歧視過啦，細個成日俾自己老豆打啦，成績非常之差。亦都好唔好彩患有心理病，而幾乎想放棄成個人生嘅一個廢青嚟㗎。但係佢最後就偏偏成為咗全美國最硬淨、最堅持嘅男人之一。咁不如就等我為大家講下佢嘅故事，同埋話俾大家聽佢到底有幾癲啦。你哋可以試想像一下。大衛戈金斯佢出世嗰陣呢，就好似我哋打機一開始會俾你揀難度，有簡單、普通、困難同埋地獄級，而佢就自動跳咗去嗰個冇人會揀，就連啲遊戲都會彈個通知同你講，你係咪真係確定要挑戰呢個難度嘅嗰個地獄級難度啊？所以佢嘅人生呢，由一開始已經係開住極難嘅遊戲模式去玩啦。咁因為佢屋企有個有錢但係非常之暴力嘅老豆，日日就會打佢媽咪同埋打佢。而佢細細個咧就已經要幫手打理夜總會，一直要佢幫手幫到凌晨咧先有得瞓覺。而佢日日更加會俾人侮辱。最後雖然佢同佢媽咪走咗佬啊，咁但係佢又跌入咗另外一個深淵。佢喺學校會俾人種族歧視，身邊一個朋友都冇，成績越嚟越差。而佢個人咧更加係一啲信心都冇啊。個感覺就好似成個世界咧都喺佢身上面不停咁落毒招，唔係誇張啊！我覺得佢嘅人生一開局嘅手牌咧，可以講話爛到冇得再爛啊！老實講，佢嘅經歷真係你同我都未必承受得到，唔係話辛苦啲咁簡單啊，而係點解佢條命仲可以喺度呢？但係就係因為咁樣嘅背景，先至會造就咗嗰個擁有鋼鐵般意志嘅戈金斯啊！但係一個幾乎放棄人生嘅人，究竟點樣變成軍隊入邊嘅傳奇呢？其實戈金斯一開始呢，有曾經嘗試過報考美國嘅空軍。但係就因為佢身體太肥，而且有遺傳性嘅心臟病，令到佢想入都入唔到。而入唔到空軍嘅佢，於是就揾咗一份滅蟲嘅工作，成日咧就喺廚房入邊清老鼠同埋清曱甴。而嗰陣時嘅佢話自己每日返工只係等放工，自己冇夢想，亦都冇目標。直到有一次佢機緣巧合之下咧，就睇到海豹突擊隊嘅訓練，而佢就唔知黐咗邊條筋，就要決定報考海豹突擊隊。當時咧，佢個體重有成297磅，而考試只會接受191磅以下嘅啫。換句話嚟講，佢喺3個月之內減超過100磅，仲要過晒所有體能測試。咁就係咁咧，佢就開始咗減磅嘅日子。每一日佢會凌晨4點起身跑步、游水同埋做引體上升，之後就返工，返到夜晚咧收工繼續再操。而且佢淨係食雞胸肉同埋菜，佢唔會加醬同埋唔飲汽水。咁3個月之後呢，又真係俾佢減到磅，仲俾佢通過晒所有體能測試，最後就成功入選。不過要成為海豹突擊隊嘅一份子，你首先要通過一個叫做 BUDS 嘅訓練，而個中文名叫做基礎水底爆破訓練。但係就同菠蘿包冇菠蘿，老婆餅亦都冇老婆嘅道理一樣，呢度所講嘅基礎呢，可能係指你應該要建立一個隨時冇命嘅心理基礎。因為呢個訓練呢，一直以嚟都係受外界同埋海豹突擊隊本身嘅領導層批評，就認為成個選拔課程呢，實在太過困難同埋殘酷啊，而且經常有唔少學員會出現腦震盪、骨折、危險嘅感染同埋幾乎浸死嘅體驗。而我喺網上揾到嘅記錄就話，自從1953年以嚟，至少就有11名男性學員因為呢個訓練而導致佢哋死亡。而當中喺呢個訓練入邊最出名嘅呢，就莫過於地獄周啦。而地獄周就係一個5日5夜，基本上唔俾你瞓覺，要你不停咁樣游水、沖沙灘，要你同其他學員一齊用頭頂住一架橡皮艇，然之後一直要你企喺度，托住碌又大又重嘅原木，之後亦都要你喺沙灘上面嘅沙地不停進行翻滾，同埋要你喺泥漿上面爬行。而且因為你冇得換衫，所以會非常之凍。而你隻腳同埋身上面其他地方嘅皮膚，因為長時間俾沙摩擦，咁亦都會擦傷同埋起水泡。大部分人2日都擦唔到就會放棄。而戈金斯呢個癲佬呢，總共做咗3次咁多。第一次佢做到腳骨裂，第2次佢做到肺炎，到佢做第3次呢，就終於捱過啦。
而佢就話我唔係身體最強，但係我就唔放棄。而一直到佢退役之後，佢冇停不特止，反而仲玩得更加癲啊！佢參加咗160公里嘅超級馬拉松，仲拎過名次，同埋亦都有參加3項鐵人、游水、踩單車、跑步。而最癲嘅係佢仲破埋世界紀錄，佢喺17個鐘頭之內做咗4030下引體上升，破咗健力士世界紀錄。佢做呢啲嘢呢，唔係為咗出名啊，而係為咗向自己證明佢係控制到自己個腦。因為戈金斯喺佢本書度講咗個重點，就係當你覺得自己唔得嘅時候，想放棄嘅時候，其實你只係用咗你自己40% 嘅潛能嘅啫。人嘅極限呢，其實遠遠高過自己嘅想象，只係你個腦成日你話唔得啦，夠啦，然後你就信咗。咁佢就教我哋點樣突破自己個腦嘅限制，唔係叫你唔休息、唔瞓覺，而係當你想放棄嗰一刻，試下問自己：我到底係咪真係出晒力呢？定係為咗自己可以舒服啲而選擇收手唔做呢？書入邊提到一個觀念叫做 callous your mind， 即係幫你個心咧生啲枕出嚟啊！因為其實我哋個心靈咧都可以操得起枕噶，就好似你練拳舉重咁樣，隻手會因為長期摩擦而起枕，起枕代表你頂得順、撐得住，越磨咧隻手就會越硬。而戈金斯就講過，意志力都係一樣嘅啫，你係絕對可以逼到自己個心生枕，變到刀槍不入。點樣做到呢？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操體能啦，因為身體嘅操練呢，冇得扮，冇得呃人。你自己有冇堅持，對自己夠唔夠狠？你想停定係想衝多一步？其實你自己係一清二楚嘅。你跑唔跑得完嗰10K，其實唔係睇你心情，而係睇你對自己夠唔夠狠啊！戈金斯佢講得好清楚，跑步呢，其實唔係練腳，係練你面對痛苦嘅能力啊！去到邊呢，都會咁做嘅，無論係冬天又或者夏天，佢每朝早呢都會風雨不改，朝頭早4、5點就會出門跑步噶啦。而佢話你要做嘅呢，就係當你想停低嗰一刻，反而更加要堅持落去。而當你捱過咗訓練之後，你唔單止係打贏咗自己，更加係幫自己贏咗個朝早。咁之後無論你要面對嘅嘢有幾多有幾煩，你都唔需要驚。不過操體能只係其中一個方法，因為我哋嘅人生其實亦都係一個操場。你細個冇錢，俾人歧視，俾人拒絕，失戀，呢啲全部都係磨你嘅心一張又一張嘅沙紙嚟嘅。當中嘅重點唔係你經歷過幾多，而係你點樣去解讀嗰啲痛啊！咁你成個人就會起咗一陣厚厚嘅怨氣，封住自己，唔敢去喐，唔敢去冒險。但係你都有一個選擇係可以同自己講：係啊，我痛過，我跌過，但係依家我就企翻起身。咁呢啲枕呢，就會慢慢包住你個心，成為你最強嘅裝甲啦。我係由我曾經克服過嘅所有障礙、所有恐懼組成嘅一個人。我認為呢一句說話呢，係全本書最印象深刻嘅一句啊！而我刀槍不入呢一本書唔單止係講緊一個故事，佢每一章呢都俾一個任務你，幫你去實踐。比如話係要你寫低人生最難捱、最傷心、最唔想面對嘅事，然之後就面對佢。又或者每一日要你照住塊鏡同自己講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，咁樣唔係懲罰自己，而係對自己誠實。仲會叫你記住自己痛苦過幾多，唔好成日咁輕易放過自己。總括嚟講，我刀槍不入呢本書，佢令我明白到，即使你喺人生嘅最谷底，都唔可以放棄相信自己。而戈金斯就用自己條命證明咗一件事，就係只要你夠堅、夠狠，咁你就有能力改寫自己嘅命運。呢本書唔係嗰啲咩正能量雞湯，而係一本真正講堅持到底同埋自我超越嘅硬派勵志書。所以假如你係一個想挑戰極限、突破自我嘅人呢，呢一本書絕對係必讀。不過講真嗰句，呢一本書未必啱晒所有人。個原因就係戈金斯呢條路呢，唔係一般人行嘅路。你睇住佢訓練到腳都斷都繼續跑，跑完馬拉松再加操，完成一個目標之後唔會慶祝，淨係會問下一個挑戰喺邊度呢？你可能會覺得呢條友係咪有自虐傾向噶？佢嗰種近乎瘋狂式嘅堅持，某程度上可能係由細個嘅自卑、傷痛、黑暗而成長出嚟嘅偏執。佢唔係追求一個舒服嘅人生，而係追求不斷咁樣打爆自己。所以如果呢個人生哲學係平安是福，夠用就好，又或者係唔好咁辛苦自己啦，咁你睇呢一本書呢，可能會覺得好反感，甚至會唔明白點解要咁辛苦。但係假如你而家喺人生某個階段，覺得自己停滯不前、攰，唔知點樣再向前行，甚至想放棄自己，
咁歌金師就係你需要嗰個用粗口鬧醒你，用極限挑戰逼你清醒，同埋用鐵一般嘅意志幫你打開心理枷鎖嘅教練啦。佢會話你廢，會直斥你懦弱，但係最終嘅目的都係想你撐住，因為你永遠都可以變得更加強。所以呢一本書唔係氹你開心，而係逼你變強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留言話我知你對呢一本書嘅睇法啦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係 Andre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